中山樓價虛高，配套得個吹。我長這麼大沒見過這麼囂張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見到了。好多港澳朋友同我講，中山樓價虛高，配套得個吹。今日直接推翻呢個講法，雙百億 CLD 核心，華潤人行雙央企大盤，同片區同地段，二手直接平幾十萬。今日實地帶大家睇透。今日探嘅盤就係華潤人行公園四季。華潤係央企6檔房企，買房最穩陣。人行專做高端誠品住宅，深耕灣區多年，主打質感人居，雙強聯手，品質同交付絕對有保障。地段方面更加唔使愁，呢度係中山西區彩虹規劃區，官方重點打造嘅 CLD 中央居住區，同東區石岐、中山北站 TOD、馬山百億商圈連成一線，妥妥嘅中山新財富中軸。好多港澳朋友最睇重通勤，呢個盤嘅交通絕對係灣區剛需福音。首先，深中通道一腳油門直達深圳前海，日後港澳返中山再返深圳返工，超級方便。仲有深茂鐵路1站南沙，2站東莞，3站深圳，港珠輕軌直通廣州南。家門口就係彩虹大道，去石岐、東區、主城超快。仲有規劃中嘅城軌2號線，貫通小欖西區、石岐、東區、港珠西線高速口，就近上。自駕公共交通全部拿捏。講完交通，講生活，自住最緊要便利。項目周邊5大成熟商圈包圍，行街食飯、買餸、購物一應俱全，唔使開車跑遠路。日常消費、周末娛樂完全滿足。有小朋友嘅家庭最關心教育。西區足足16所學校，15年一站式教育配齊，市一級幼兒園、小學，省一級西區中學、燕州中學，師資穩定，口碑好，小朋友讀書就近入學，家長超省心。居住舒適度方面，呢度堪稱城市氧吧，800米就到彩虹綠洲濕地公園，周邊5大公園環繞。平時朝早跑步，夜晚散步，周末帶小朋友野餐。空氣清新，環境安靜，老人家養老日常健康保障都到位。3大醫院環繞，3甲新中醫院、人民醫院、2甲西區醫院，養老自住超級安心。入到小區，第一感覺就係高端，人行獨家設計嘅星級酒店式入戶門樓，回環式落客空間，全程人車分流，老人家小朋友散步都超級安全。呢個盤最大亮點就係新加坡式花園住區，呢度以水為景，以林為徑，草坪開闊，水系靈動，樓間距超闊，入眼全部係綠植美景，通風採光一流，住起身舒服又治愈。小區全係全齡段架空層，唔會浪費空間，細分同享空間、運動空間、頤養空間、休閒飯會所。落雨暴曬都有地方玩，小朋友有遊樂區，年輕人有健身區，老人家有傾偈休閒區，一年四季都可以落地活動。物業方面係金鎖匙升級服務，日常小區保潔、安保、維修、託管都到位，後期居住整潔、安全，二手房保值率都會更高。首先帶大家睇最受港澳朋友剛需歡迎嘅一手95方3房2衛 N+1 戶型，呢個戶型總價低，門檻細，適合首次置業、港澳通勤自住、養老落腳。大家可以親身感受下，呢個戶型做到9.5米3開間朝南，成屋採光面超大，日間唔使開燈，自然光可以鋪滿客廳、房間每個角落。中山潮濕天氣多，3開間朝南最大優勢就係通風對流好，濕氣唔會積屋企，牆面家具唔容易發毛，住起身乾爽舒服。重點呢個5.3米雙聯大陽台，闊度足夠闊落，一邊可以曬衫，一邊擺放洗衣機，另一邊可以放茶台、躺椅。平時坐喺呢度推風，睇住樓下園林景色，放空休息，超級寫意。陽台朝南無遮擋，早上曬陽光，夜晚睇晚霞，視野超級舒服。廚房係科學嘅 U 型佈局，洗、切、煮、動線一氣呵成，
平時煮飯、煲湯、整港澳茶餐廳美食，操作空間足夠。兩個人同時幫手都唔擠迫，收納櫃齊全，廚具雜物可以收好，廚房永遠整潔企理。主人房係升級套房設計，但主衛私密性十足，主臥飄窗朝南，瞓覺起身就有自然光，採光通風一流，休息質感直接拉滿。仲有 N+1 創意空間，可以做書房、兒童房、儲物間，剛需家庭完全夠用。全部係人行高端精裝交付，老闆科勒一線品牌廚衛，智能門鎖、嵌入式風管機配齊，唔使自己額外使錢裝修，收樓即可入住，慳時慳力，適合港澳朋友低成本打理。想空間大一啲，預算充足少少嘅朋友，可以睇呢個一手115方3房2衛 N+1 戶型，適合3口之家，準備2胎或者想居住更加闊落嘅改善家庭。最大升級就係客餐廳一體化設計，空間連動感超強，唔會有壓迫感。平時一家人食飯、睇電視、休閒互動，視野開闊，空氣對流順暢。逢年過節，港澳親戚朋友過嚟聚會，空間足夠熱鬧，唔會局促逼人。主人房次臥全部帶全景飄窗，唔係雞肋嘅小飄窗，飄窗全贈送，實用性超高。平時可以坐喺度睇風景、玩手機、睇書，小朋友都可以喺度玩。全屋採光均勻，無論邊個房間，日間光線都充足，居住質感遠超同片區小戶型。呢個專屬 N 街嘅百變空間，自由度超高。中意辦公可以做獨立書房，中意娛樂可以做影音室，有小朋友嘅可以做兒童玩樂房。後期根據家庭需求隨心改造，適配到唔同生活需求，性價比超高。追求終極改善，養老自住，中意大空間豪宅嘅朋友，直接鎖定呢套一手142方大4房，片區天花板嘅居住質感，港澳高端自住首選。入戶就係豪宅專屬嘅十字格局，藏風納氣，私密性十足。預留2.2米超長嵌入式玄關櫃位，全屋鞋櫃、行李箱、運動器材，3代人4櫃衣物都可以收納。入戶乾淨企理，零雜物。超級霸道嘅4開間朝南，成屋南面面寬足足18米，係普通戶型冇辦法俾你嘅採光。早中晚全日陽光覆蓋，全屋乾爽通透。重點王牌賣點7.7米南向270度全面屏觀景陽台，單陽台面積就有14個方，全屋陽台總贈送達到28個方，視野零遮擋，俯瞰成個小區。新加坡園林春夏秋冬景色唔一樣，對比普通小區陽台檔次差好多。LDKB 客餐廚衛陽台一體化連動，全屋冇多餘牆體遮擋，空間通透又大氣。平時一家人互動、朋友聚會、生日 party， 空間足夠開闊，動線流暢，居家氛圍超級正。廚房細節超級人性化，頂部3節廚房門，冇地面軌道，唔會污糟邋遢，打掃衛生超級輕鬆，而且雙門面超大，採光通風更好，仲有隱藏式雙層轉角小怪物地櫃，0.68方細空間做到超強收納，廚具雜物全部隱形擺放，廚房永遠整潔高端。主人房套間直接做到30個方，南向大飄窗，獨立超級大衣帽間，獨立衛浴配齊，仲有科勒品牌大浴缸，每日返工放工返到屋企浸個熱水涼，放鬆身心，私密性、舒適度、奢華感全部拉滿。主人房空間足夠闊落，擺大床、梳妝台、休閒椅都綽綽有餘。全屋配置可以同級風管機，嵌入式設計，美觀又實用，製冷均勻唔佔地。入戶光製防火門加4合1智能門鎖，隔音隔熱，安全性拉滿。雙衛嘅設計，早晚刷牙洗面唔使爭，完全適配多人口家庭居住。而家重頭戲嚟啦！今日性價比之王，同小區二手127方純正4房2廳，我全程帶你行一次原始戶型動線，等你直觀感受佢嘅實用佈局。
後邊再同大家對比一手95方嘅戶型。入戶佈局好合理，一邊係廚房，日常買餸返屋企即刻可以放低食材，唔使行過個客廳整邋遢全屋。另一邊係獨立嘅客房或者老人房，門口遠離主人房同客廳，休息完全唔受打擾，老人家住最舒服。行入嚟就係餐廳，緊鄰廚房，傳菜動線超級方便。隔離就係超大嘅客廳，客廳盡心開間比例完美，唔會壓抑，成屋採光通透，日間唔開燈都全屋明亮。坐喺客廳睇電視，同屋企人傾偈，空間闊落，視野舒服，完全冇局促感。行到最入邊，戶型分區清晰，一邊係公共衛生間同埋次臥，滿足日常使用；另一邊係次臥同埋主人套間。主人房帶獨立衛浴，帶獨立衣帽間，正宗4房佈局，2胎家庭3代同堂。需要書房加客房嘅朋友，全部完美適配，成個戶型動線順暢，零拐角浪費空間，採光通風均勻，每一間房都係明房明衛。對比緊湊一手3房，呢個4房先係真正適合長期自住、多人家庭使用嘅舒適戶型。而家最關鍵、最乾貨嘅對比，好多港澳朋友糾結，預算有限，究竟揀一手新3房定係2手3+1大4房？用最真實嘅數據話你知邊個抵。第一，空間碾壓，一手95方只可以做到緊湊3房，儲物空間有限，房間偏細，人口多就會局促。而2手127方足足大32個方，多一間獨立房間，可以做書房、兒童房、客房、儲物間，自住、出租、轉手都更有優勢。第二，居住舒適度完全唔同級數，127方客廳更闊，陽台更大，房間更寬鬆，坐起身毫無壓抑感，聚會、居家活動、收納都完勝95方細3房。95方只係勉強落腳，127方先係真正享受生活。最震撼嘅就係價格，而家華潤人行一手95方精裝3房總價偏高，仲要交契稅、維修基金，等待收樓。但係同小區2手127方4房總價直接平幾十萬，面積更大，房間更多，空間更闊落，仲係現樓即買即收，唔使等待，唔使承擔交付風險。最緊要嘅係2套房源享受嘅交通、商圈、學校、公園、物業服務一模一樣，唔存在2手地段差、配套少嘅情況。同樣嘅資源，你可以用更低總價買到更大、更實用、更舒服嘅大4房。追求全新未住、精裝交付，鍾意一手質感、預算充足嘅朋友，直接揀一手95方、115方，戶型精緻，採光通透，滿足基礎自住需求。追求豪宅質感、終極改善，養老自住，想要超大空間嘅朋友，揀一手142方大平層，片區頂配品質，想慳錢、高性價比，想要大空間、即買即住嘅朋友，一定要揀2手127方，同小區最低門檻入手大4房，性價比吊打周邊所有新房。港澳置業絕對唔蝕底，同樣地段，同樣配套，有人買一手，有人執漏平價大4房2手。想要呢個小區一手最新單價，2手真實筍盤報價，剩餘房源清單，直接私信我，發你最新乾貨，幫港澳朋友避開自烹，揀最抵嘅戶型。